埃及9天遊1，開羅大埃及博物館。第一天，12月，埃及氣溫宜人。我參加咗中山國旅舉辦嘅埃及地中海尼羅河3飛9天團，團費加服務費每人13,800蚊。我而家坐緊滴滴車去中山國旅嘅總部集合。呢程滴滴車係由中山國旅安排同埋俾錢嘅。我參加過中山國旅嘅團幾次。之前幾次中山國旅安排幾個站點，團友自己就去各個站點上大巴車去機場。譬如我就要去到三鄉雅居樂酒店上車，再遊走幾個站先至到廣州嘅白雲機場上機。今次中山國旅嘅安排係十分之貼心嘅，派滴滴車去到我屋企樓下接我，去中山國旅嘅總部集合。半小時之後我到達，我哋嘅團友一共14人，亦都先後到達。人齊之後，我哋登上大巴，奔赴廣州白雲機場。2小時之後就到達，我哋坐嘅係埃及航空。飛機航程相當長，一共11小時。第二天，喺當地時間第2日上午5點，我哋抵達開羅國際機場。坐咗11個鐘頭嘅飛機，而家終於可以睇到飛機嘅全貌。我哋喺機場旁邊嘅酒店餐廳食咗一個自助早餐，之後開始參觀本旅程嘅第一個景點，就係呢一個大埃及博物館。進入正門嘅大廳，回身一望就見到正門係一幅倒 V 型嘅牆壁。上面寫住歷代法老王嘅名，呢啲都係古埃及象形文字，我當然唔識。大廳正中擺放住古埃及第19王朝第3位法老拉美西斯2世嘅雕像。呢位喺3300年前在位66年，係最著名嘅法老，佢為埃及帶嚟太平盛世。拉美西斯雕像前面有呢個影相機，我喺相機前面撳咗2下拍攝掣，影咗，我就輸入我嘅電郵地址。幾分鐘之後，我就收到我同拉美西斯嘅合照啦。古埃及人相信人死後靈魂會寄存喺雕像，等待之後嘅復活，因此咧，法老王都好喜歡大量咁製作呢啲花崗岩嘅雕像。呢個係托勒密2世同佢妻子嘅雕像。我哋知道埃及地中海旁邊嘅城市亞歷山大有一部分曾經沉入海底，呢2個雕像就係從地中海嘅海底打撈上嚟嘅。普塔神同女神塞克邁特結婚，生咗法老王拉美西斯2世。呢一個係埃及人嘅3位一體信仰。獅身人面像象徵力量同埋智慧嘅結合。呢個人面係國王阿蒙列姆赫特3世，古埃及第12王朝，公元前1831至1786年。跟住我哋嚟到圖坦卡門嘅展廳。圖坦卡門係古埃及第18王朝嘅一位法老，在位9年。因為1922年英國考古學家卡特發現佢嘅完整陵墓，挖掘出4000幾件陪葬品而聞名於世。呢個係著名嘅圖坦卡門黃金面具，重量超過10公斤。法老王嘅棺木由小至大一共4個。法老王嘅身體先做成木乃伊，然後放入最細嘅棺材裏邊，之後套入第2個，再第3個，最後套入最大嘅棺材裏面。因為埃及人知道人喺胎兒嘅時候外面有4層保護，所以有咁樣嘅安排，配合法老復活再生。我哋而家行去太陽船嘅展廳。
呢個係太陽船嘅模型。呢艘太陽船喺4500年前建成，長43米。喺開羅嘅古薩金字塔群裏邊發掘出嚟嘅係法老嘅陪葬品。太陽神白天嘅時候會坐太陽船穿越天空，為世界提供光明；晚上就會坐太陽船前往去陰間，為世界帶來黑夜。據說法老復活嘅時候，亦都會坐太陽船前去來世嘅。我哋離開博物館啦，博物館正門嘅廣場矗立住一支拉美西斯二世嘅方尖碑。方尖碑由整塊花崗岩雕刻而成，底部係正方形，頂部係金字塔式嘅尖形，塔尖係包金或者銅，陽光照射之下會閃閃發光。方尖碑係用嚟祭祀太陽神，並且用嚟宣示法老王權嘅合法性，而佢嘅藝術形態影響咗歐美嘅文化，例如美國嘅華盛頓紀念碑亦都係用方尖碑嘅形式。而呢支拉美西斯二世方尖碑，佢嘅底部清楚刻上拉美西斯嘅名號，所以係抬高嚟擺放，方便遊客以觀看嘅。呢個大埃及博物館喺2002年開始選址興建，一半資金係嚟自日本政府嘅貸款，到上個月即係2025年11月終於開業。我今次有幸先睹為快，不過只能算係走馬看花。恐怕只係睇咗幾個%啫，因為佢係全世界最大嘅考古類博物館，一共有12個展覽廳。大埃及博物館總面積大約有50萬平方米，係英國嘅大英博物館5倍有多。有埃及人講笑話，將小英博物館嘅埃及文物全部攞返嚟，大埃及博物館都裝得落，綽綽有餘。到達埃及嘅第一日，我參觀咗大埃及博物館，讓我對古埃及王國產生好奇。古埃及王朝喺5100年前開始，比中國嘅周朝早2000年，比秦始皇早2800年，比大英帝國早4700年。埃及係一個年代咁久遠嘅文明古國，真係令人有興趣去追尋。影片稍停數秒。各位網友，如果你喜歡小鳳嘅製作，請點讚、訂閱同埋將影片分享俾你嘅親友啊！多謝。中午我哋嚟到呢間餐廳食午餐。呢間餐廳喺湖邊，環境係舒服嘅，係自助餐形式，但食物就談唔上美味啦。下晝我哋嚟到開羅嘅老城區，主要係睇宗教嘅建築物，有部分係入內參觀，有部分就喺外面打卡嘅。呢一度咧就係聖喬治教堂，係一座希臘東正教教堂。佢嘅特色係拜占庭風格嘅圓形穹頂同埋上面嘅十字架。呢度係古羅馬巴比倫防禦堡壘嘅遺址，佢承載住著名嘅圓空教堂。圓空教堂係埃及最古老嘅教堂，建築喺古羅馬堡壘嘅遺址嘅城門上方。教堂中間嘅底部係圓空嘅，已經有1800年歷史。根據基督教聖經嘅記載，當耶穌出生嘅時候，巴勒斯坦國王大希律王要殺死當地所有2歲以下嘅男嬰，聖母瑪利亞就帶同嬰兒耶穌走到去埃及開羅呢個地方避難，因此呢一度成為埃及嘅基督教聖地。為咗紀念呢件事，就建成咗呢座聖母瑪利亞教堂，即係圓空教堂。呢個係圓空教堂嘅前院，牆上有彩色馬賽克嘅聖畫，描述聖母嘅逃難。教堂高高晾喺城門之上，因此要爬樓梯上去嘅。爬樓梯上到頂，回頭睇返前院，進入教堂。教堂內部嘅裝飾好精緻，通過呢塊地板上嘅玻璃，可以睇見下面係空嘅，以及舊城門嘅遺跡。呢個係講道台，講道台下面有13支石柱頂住，象徵耶穌同埋佢12個門徒。黑色石柱代表出賣耶穌嘅猶大，灰色石柱就代表不信耶穌復活嘅多馬。我哋參觀咗本以斯拉猶太會堂。呢個係建於公元前330年，係猶太教重要嘅宗教場所，係猶太人喺耶路撒冷以外集會崇拜同埋教育兒童嘅場地。我哋遊覽咗阿米爾清真寺，佢係建於公元642年，係非洲最古老嘅清真寺。佢嘅禮拜場地、梁柱嘅結構非常之優美。呢個係建於14世紀嘅蘇丹哈桑清真寺。
被譽為中東最靚嘅清真寺。100埃及鎊嘅紙幣就係呢度取景㗎啦。嚟咗開羅一整日，想同大家分享一個我覺得好奇特嘅城市面貌，就係我哋坐嘅大巴車經過呢一個地點2、3次啦。喺大馬路旁邊有一個咁樣奇怪嘅區域，導遊介紹話呢個區域叫做亡者之城，係一大片墓地，而墓地嘅主人因為想做慈善功德，就容許嗰啲無家可歸嘅人喺墓地上面搭建房屋，結果搭下搭下就佈滿成個墓地。目前呢個亡者之城已經變成一個社區。有菜市場，有公共巴士站。我覺得呢個喺鬧市之中有個咁嘅地區係十分奇怪。我諗到呢一區嘅居民晚上喺墓地上面瞓覺，諗起都不寒而栗。下晝3點半，我哋嚟到亡者之城附近一個好靚嘅花園——愛茲哈爾公園。4點半，我哋喺公園中間一個古典優雅嘅餐廳食一個超早嘅晚餐。餐廳環境係靚嘅，但係食物就不敢恭維。所謂烤肉，太鹹太硬都幾難食。之後我哋入住 Holiday Inn， 名稱係國際品牌嘅酒店，但係個格局就係中國國內3、4星級嘅。第二朝睇清楚，佢其實係一家單棟式嘅酒店。